好似我哋咁啦，屬於掂㗎啦嚇，所以一定要有內容包括 Galaxy AI 攝影、AI 修圖啊、旅行打卡啊 ，OK 冇問題，好想聽。佢而家可以嚟咯喎，好啊，你俾佢嚟啊！嗱，講真，將首歌又詞又剩，有啲即係唔好需要少少時間要啲時間，冇錯但係當然都快過我哋好多啦，增成緊我哋首歌。我哋係最快咧，已經係即係之前喺 show 度講過，係我哋突破咗自己嘅極限啊！就係喺2年做咗2張專輯，24個月做20首歌，已經係我哋最快啦！你諗下，但係當然啦，張文泰就唔同㗎啦，所以你係對人影啊好有要求係咪？攝影啊或者自己都中意，一直都冇揾到適合你嘅攝影係咪？希望今日，因為今日我哋如果你喺度買埋 Samsung 咧，係啊，就係另一個冇錯。今日可以有呢隻標添，係真係會有點稱呼啊，啲先生？優惠你點稱呼啊？你嚇？姓盧嘅，盧生你好，你好，盧先生。係啊，會可以有埋隻標添。你今日得到係啊，你就有你嘅高峰，我係幫你影低。人生巔峰。好，即刻聽下啦，係咪？好，已經約咗思君快點曲啊播放，佢仲要你。世界咁大，等我嚟打探，一票快門 AI 執到掟下，凡事任擺，壓力無有怕，即刻寫上黃爆炸。巔峰啊，盧生，好中意喎，標到佢係中意呢 type 嘅呢個 genre 嘅音樂。盧生，人生巔峰。